川神川上中龍正式登陸 MLB， 就喺入札截止日嘅前夕咧，終於係簽低自己大聯盟生涯嘅第一份合同啦。2年3400萬加盟芝加哥白襪，呢筆簽約從合同金額到落腳嘅球隊咧，都令大家頗為感到意外嘅。唔係大都會洋基等傳統豪門，而係處於重建階段嘅白襪。呢份短期合同背後有啲咩含義？而呢位曾經以單季56支 home run 打破日職紀錄嘅日本最強重炮，有住點樣嘅故事呢？大家好，我係陪你一齊睇波 Derek， 關注我了解大聯盟相關資訊，挖掘更多棒球場內外嘅趣聞故事。提及川上中龍嘅故事呢，我哋就要翻到2017年嘅秋天啦。當時全日本棒球界目光都聚焦喺早稻田實業嘅明星球員清宮幸太郎身上嘅。後來選中川上嘅養樂多燕子隊，當時嘅第一選擇都係清宮。多達7支球隊咧，同時選擇清宮作為第一輪嘅指名啊。喺萬眾矚目嘅情況下啦，最終北海道日本火腿鬥士，亦即係大哥嘅母隊，成功抽中呢一枚黃金簽。緊接其後嘅補選階段呢，養樂多燕子同巨人、樂天同時睇中嚟自九州學院嘅川上中龍。今次燕子隊終於就得償所願啦。但係當時大家都冇諗到，呢位其貌不揚嘅少年會喺短短幾年之內徹底統治神宮球場啊！加盟燕子隊嘅川上啦，着上咗前輩松井秀喜曾經嘅55號。呢個背號響日職唔單止象徵住重炮手嘅傳承啦，亦都係當時本土球員紀錄保持者黃晶智單季55支 home run 嘅體現。而喺養樂多領隊高津臣吾嘅悉心調教下呢，川上中龍嘅成長曲線係堪稱恐怖。要細數川上中龍喺日職嘅高光時刻，就離唔開我哋開篇提到嘅數字啦。56。2022年嘅川上成為咗全日本嘅寵兒，更加引起全球棒球界激烈討論。時年22歲嘅佢以打擊率.318、56支 home run 加上134分打點嘅成績，成為日職棒歷史上最年輕嘅3冠王。其中56支 home run 更加係打破黃晶智喺1964年打出單季55支 home run，塵封半個世紀嘅紀錄啊！而川上挑戰紀錄嘅過程呢，就更加係極具戲劇性啦。喺敲出個人賽季第55支 home run 追平紀錄之後呢，距離常規賽結束仍然係有14場嘅，獨享歷史第一機會就已經近在眼前啦。而外界目光加上媒體嘅壓力啊，川上陷入咗前所未有嘅心理內耗。可能係棒球之神想同大家開個玩笑啦。跟隨其後嘅連續13場比賽，60個打席，川上始終係冇辦法打出創造歷史嘅第56支 home run。當時全日本嘅觀眾同媒體面對川上一個打席鎩羽而歸，感到十分之窒息嘅。大家都認為佢要帶住遺憾嚟結束呢個史詩一般嘅賽季啦。轉眼嚟到常規賽嘅最後一場比賽，燕子主場作戰對就橫濱灣星。隨住比賽嚟到7局下半，當時燕子已經以7-2嘅比分係領先嘅灣星噶啦。呢個時候登場打機嘅川上咧，迎嚟咗自己本場比賽，而且極可能係2022賽季嘅最後一打席啊！全場嘅觀眾連大氣都唔敢唞一啖啊，只可喺心入邊默默祈禱，為川上加油。企上打起雙嘅川上表情一如既往，眼神堅定，面對橫濱投手入江大生投出嘅第一球，川上用貫穿成個賽季全力揮擊，正式將自己載入史冊。初球出た飛び出した世界の超えていった喺嗰一刻啊，川上有如棒球之神附體，而川神大人呢，亦都係成為當時日本嘅年度熱詞。咁講到呢度，大家可能就有疑問啦：實力超群、各種榮譽加身嘅川上，以佢嘅履歷去挑戰大聯盟，點解會市場遇冷？最後只同白襪簽得一份2年嘅短約呢？我哋就用數據嚟理性審視一下。
25年對村上嚟講係艱難嘅一年。春訓期間腹斜肌嘅傷勢令佢缺席賽季前3個月。雖然復出後嘅56場比賽入邊依然打出咗22支嘅 home run，但近年嚟佢嘅打擊數據入邊其實係隱藏住令大聯盟球隊猶豫不決嘅信號。從23年開始，村上嘅被三振率就一直冇低過28%啦。尤其是面對球槍93邁以上快速球嘅打擊率係低於2成噶。今年雙月復出後更加係只有0.095，唔到1成嘅打擊率。但同時三振率又接近4成，意味住面對更快嘅球速，村上嘅打擊破壞力係受到好大挑戰嘅。而呢個更加係處於強調控球而並非球速嘅 MPB 環境下打出嘅數據。作為參考啦，我哋嚟睇一下大聯盟上賽季快速球均速超過93邁嘅投手分佈情況。咁可以見到93邁嘅速球對於大聯盟投手嚟講咧，基本上就係常規武器嚟嘅。另外，村上對於變化球打擊嘅接觸率喺25年亦都下降至5成左右。由此可見啦，面對大聯盟投手更快球速、位移幅度更大變化球，村上確實係需要唔少時間同努力去進行適應嘅。所以村上同白襪簽低呢份2年嘅短約，實際上就係一場雙向嘅賭注。白襪以較低嘅價格賭村上嘅潛力，而村上就賭自己能夠盡快咁適應大聯盟嘅強度。放棄長約，俾自己定一個2年嘅大聯盟適應期。2年後27歲嘅村上，如果可以交出一份漂亮嘅成績單嚟證明自己，咁相信到嗰個時候呢，一直被提及嘅億元合同，各支球隊都會爭先恐後咁送上。咁至於點解會係白襪呢？目前確認新賽季村上會先從一壘打起。白襪隊內一壘位置上火力其實係有明顯嘅短板嘅。上賽季全聯盟一壘手打出嚟嘅 WRC Plus， 白襪排名係倒數嘅位置啊！佢哋可以俾到村上充足嘅出場機會，幫助佢更快咁適應大聯盟嘅強度。其次，處於重建期嘅白襪已經連續3個賽季8敗噶啦，外界對球隊戰績嘅期待值同埋關注度，相較於聯盟中上游球隊就會更加低。喺壓力更細嘅環境下發展，村上早期嘅調整階段呢，就會有更大容錯空間，對佢個人嘅心態調整嚟講，亦都會更加輕鬆。最後需要提及嘅係村上嘅恩師啊，養樂多燕子領隊高津臣二，佢喺 MLB 期間正係效力於芝加哥白襪嘅，有恩師嘅牽線搭橋啦。因為年輕人喺白襪團隊入邊都會好快揾到家鄉球隊一般嘅信任感。從神宮球場到芝加哥南區，村上中龍嘅呢段旅程呢，先至啱啱開始啊！佢能否接過大谷翔平嘅接力棒，成為下一位喺美聯掀起強棒旋風嘅日職選手呢？我哋拭目以待。咁大家認為村上中龍喺大聯盟第一個賽季可以打出幾多支 home run 呢？係20支、30支定係40支？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低你嘅預測。如果你中意今期村神嘅故事，唔好忘記點讚、收藏、關注啦！我係陪你一齊睇波嘅 Derek，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